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小康之家，我係小康，投資可以好輕鬆，你的資產你掌控。今日去到物業活化系列第三集，咁我就會用3分鐘令到你學識計算物業活化嘅收益，咁咧去貫徹我哋嘅 target 就係你的資產你掌控。學識完之後咧，你就可以輕鬆30秒自己計算到物業活化嘅保證收益有幾多啦。咁就應用喺債券或者保證保單咁樣嘅。咁我哋會用翻咧上一集第二集陳小姐嘅案例咧去做翻個計算同教學嘅。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債券保單物業活化計數機啦。咁喺條影片下方簡介度咧會有 Google Drive 嘅 link 嘅，咁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咧就下載嚟喺手機或者電腦度自己試下自己玩啦。咁我會 lock 咗 Drive 嗰個修改功能嘅，咁你哋唔可以就咁打開完之後輸入數字嘅。點解咧？因為我避免咧就係有人唔小心改咗啲公式啊，咁令到之後可能用嘅人唔知道，咁咪接收咗錯誤嘅資訊或者計錯數咯，咁樣咁所以大家自己下載就自己玩啦，咁樣。好啦，咁都要聲明啦，我哋唔能夠確保所有嘅數字公式係100%準確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對自己嘅投資負翻責任，同埋呢度唔構成任何嘅投資建議嘅。咁我哋正式教學啦。嗱，我哋用翻就係陳小姐個 case 啊嘛。其實咧喺第一個框呢個見到物業活化啦，業主活化前嗰個按揭情況。咁譬如你嗰個而家現時按揭係點，你照輸入得㗎啦。咁我用翻陳小姐做例子先，佢層樓估價咧就800萬，跟住係爭緊200萬按揭嘅。而且佢係爭10年，咁3厘利息，跟住輸入完而家嘅情況之後就嚟緊做活化之後嘅情況啦，即係加按加幾多咧咁樣。咁陳小姐佢做60成嘅，咁60% 啦，跟住新按揭咧，所以個金額就係480萬啦。咁會自動計埋個現金回贈嘅。嗱，現金回贈呢度我係 default 咗0.6% 嘅。咁但係實際情況咧，可高可低，最高超過1% 都有，甚至乎可能會冇都唔定噶嘛，咁所以自己調節啦咁樣。咁而個按揭年期咧就30年，係啦，咁利率就照打2厘73，咁所以咧個新按揭供款咧就係19,545，嗱佢呢個會自動計俾大家嘅，即係譬如我覺得60成唔夠，我做到70成，因為而家最多可以做70成噶嘛。咁佢會自己跳嘅，啲數字會自己跳噶啦，咁咪22000一個月咁樣，咁我跟翻我哋上一集第二集個例子60成先啦，咁樣，咁咧總共可用嘅資金紅色數字咧就282880，因為就係加按咗嗰280萬同埋現金回贈嗰28800，所以加埋就係呢個數啦，嗰個可用嘅資金。跟住輸入咗原有按揭同新按揭嘅情況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去到隔離揀工具啦，咁就一個係債券啦，一個係保單。咁我哋講咗債券先，嗱呢度有埋個 percentage 咧，意思係咩咧？就係你幾多錢投入債券嗰度下邊保單咧就係幾多錢投入保單。咁我當100% 投入晒落債券度先。債券嘅價格咧，嗰陣時我哋俾陳小姐嘅，佢係87.64。咁譬如大家自己去輸入嘅時候，就睇下你揀嗰隻債券，你嘅目標，佢嗰個價格係幾多？譬如佢90蚊，你打90蚊得㗎啦。跟住咁佢會有到期日㗎嘛？咁你又寫到期日喺下邊呢度，就寫譬如2035就2035咯。咁陳小姐嗰隻係2030年到期，仲有4年到期嘅，咁照輸入。咁咧而每隻債券咧，佢都有個票息嘅，係啦。咁當然啦，有啲叫做 zero coupon bond，咁咪零咯，零就打零得㗎啦。咁譬如你見到，譬如好似陳小姐嗰隻咁啦，係0.625嘅，咁照打3% 就照打，佢會自己計每年嘅票息係幾多㗎啦。咁輸入完之後咧，其實就 OK 啦，就可以見到個結果㗎啦。個結果就喺下邊下邊呢度。咁年期啦，1到5年，咁幫你 mark 埋個年份㗎啦，2027到2031年。咁因為張債券2023年到期啊嘛，咁所以咧佢債券嗰個累計票息每年2萬，4年咪8萬蚊咯。跟住贖回咧可以攞翻320幾萬嘅，咁兩個數加埋就係330萬啦，可以攞翻個總收益330萬。
咁而新嘅按揭本身係爭480萬啊嘛，咁都會寫翻就係每一年個按揭仲爭幾多錢，咁第四年咧係爭436.3萬咁樣嘅。咁我哋將330萬嘅收益還咗落去，咁就有呢一個我哋叫還款後淨按揭嘅額度啦，咁就係105萬啊，105萬。咁下邊原有按揭咧就係我200萬乜都唔做，照以前嘅情況去供19300，咁供，去到第四年咧係會爭127萬1咁樣嘅，127萬1。咁變咗兩個數相差咧，就係減少咗幾多按揭啦？就減少咗21萬。咁呢個21.6萬就係你嘅利潤啦。所以咧，其實你打晒啲數字得㗎啦，咁樣係咪好簡單咧？好啦，咁我哋而家試下咯喎，唔買債券啦，咁啊撳翻零啦。咁下邊啲數字咧，你會見到冇晒嘅，零晒嘅啲回報啲嘢。咁咧，我哋就打100%落去保單嗰度。啊，咁佢自己就會跳㗎啦，就個投入金額就係282.888咁樣，跟住個回報就自己調晒㗎啦。嗱，咁呢個又要注意喎，因為咧我唔知你買邊張保單㗎嘛，我呢個 default 咗咧係我客人選擇嘅保單嘅啫。咁譬如你有你自己揀嗰啲保單咧，你可以人手操作，譬如你睇嘅，譬如第五年先啦。咁第五年你嗰張保單唔一定係360萬噶嘛，可能更加好嘅380萬嘅，你咪直接打380萬落去咯。啊，都得嘅。嗱，咁啊自己輸入數字啦。咁如果你想參考陳小姐佢嗰張保單嘅回報嘅，咁你唔使理佢嘅，你呢度打100%，咁佢度就會出嚟㗎啦。咁咧第五年呢張保證嘅保單咧，第五年係保證攞翻361.5萬咁樣嘅，咁我仲收益一樣啦，360萬。咁個按揭咧喺第五年係爭420萬嘅，咁兩個相減咧，新嘅按揭爭63萬嘅啫。啊，如果一樣啦，照舊乜都唔搞，去到第五年係爭107萬嘅，所以咧就慳咗44萬啦。個按揭少咗44萬就係嗰個回報咯，個收益咁樣。咁啊第四年就有31萬，啊第三年就有14萬咁樣，咁佢可以自己揀咩年期。好啦，去到呢度，咁可能你就會問啦，喂 Kenneth，咁嘅意思係咪即係話我可以兩邊50-50啊？既然可以調個 percentage，完全正確啊！你可以自己研究，譬如啊，我呢度玩50%，咁我呢度又玩50%，啊，會點樣咧？嗱，咁咧，但係有少少複雜嘅喎，因為你兩個年期唔同啊，咁變咗你要第四年咧，你就會見到，咦，好得意喎！第四年就係有170萬攞翻啦，咁嗰張債券咧就160萬加4萬蚊，啊4萬蚊票息，跟住保單就170萬，兩個加埋就330萬，啊咁啊新嘅按揭餘額咧就430萬，減完就100萬咯，啊減完就100萬，咁變咗就慳咗26萬，啊慳咗26萬，咁第一個咧就係保單嚟嘅，一個就係債券嚟嘅，咁去到第五年咧就複雜少少啦，點解咧？因為你嗰張債券冇得 hold 到第五年噶嘛，但係你張保單有啊嘛。咁個按揭嘅計法就好唔同㗎啦，咁但係我就唔做得太複雜喂，咁變咗只不過俾你哋參考，可以咁樣選擇嘅啫，啊咁樣係啦。咁呢度仲有個預留現金意思係乜嘢咧？因為我哋咁啱呢個 case 就幫客人做到新嘅供款同舊嘅供款差唔多啦。咁但係譬如個客其實佢可以借七成㗎嘛，咁七成嘅話其實供款係2萬2，咁個供款咪多咗成3000蚊嘅。咁喂，其實3000蚊都係成本嚟嘅喎。咁我哋計收益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將呢3000蚊計算埋入去咧？咁所以咧，我計咗一 part 咧，我哋叫做預留現金嘅意思係乜嘢咧？我哋其實套現咗咁多嘅資金出嚟做物業活化360萬啦，我哋可以預留少少去應付翻嗰個供款嘅增加嘅。每年增加咗嘅供款咧係4萬1嘅，因為每個月3000幾咁樣啦，咁一年就多咗4萬1。咁其實咧，你可以預留啲錢去應付嗰個供款噶嘛。譬如我當唔做債券先啦，我當全部做保單先啦咁樣。咁我又想唔使額外揞啲3000蚊喎，咁我要預留啲錢去供咁啊一年要4萬。咁其實5年就差唔多20萬啦，20萬可能譬如7%咁樣。嗱，咁譬如你撳7%，咁佢會自己計嘅啦。7%咧
即係預留25萬嘅錢咁每年4萬蚊，呢夠6年喎，咁我唔使啦我可以預留6%得啦或者5%咁落佢6%咁樣啦。咁即係我預留21萬喺度咧，就夠我供5年多啲㗎啦，咁樣咁我就好放心，我唔使自己額外揞錢啦，係咪？咁呢度6%留咗喺度，咁我呢度就94%就攞晒去買保單啦，咁樣咁變咗你可以有自己調節預留幾多現金喺度咯，甚至乎就係、咦，我可唔可以留啲錢俾自己使咧？記唔記得之前我哋第一集咧講就係話額外套現啲現金唔使還啊嘛，有個廣告個效益係咁樣噶嘛。其實意思係啲乜嘢咧？嗱，因為第5年我哋咪賺40幾萬嘅，我哋可以留多啲現金俾自己使喎。即係譬如我當留15%，即係假設15%咁樣先啦。跟住呢度就係85啦。嗱，其實你會見到咧，第5年咧，都係可以將個按揭還原翻差唔多嘅，仲比之前少6萬8嘅。但係我一開波留咗15% 現金，即係我留咗54萬喺度，俾自己啊嘛。咁而每年供款4萬蚊，5年先供20萬啫。咁我一開頭就留54萬，就算我留埋啲供樓錢，我仲有30萬剩。我呢30萬係咪就可以即係某程度上先使未來錢？我使咗呢30萬，幫自己買隻金撈，跟住其實張保單玩到第5年，我取消擺翻落按揭度，同我乜都唔做一樣，都係爭100萬按揭左右，但我賺到隻金撈翻嚟。其實咁玩都得嘅喎，即係你要借錢周轉應急獎勵自己咁樣，即係其中一種玩法嚟嘅啫，一種玩法嚟嘅啫，咁樣。咁今日嘅 Excel 教學就差唔多啦，可以WhatsApp 啦，或者係 email 啦，或者下邊留言問我問題嘅，咁樣，咁我都會盡量解答嘅。嗱，一樣啦，下集更精彩。下一集咧，我哋會講物業活化嘅非保證收益部分，包括自住物業有租收啦、免費供樓呢2個效果嘅。之外咧，嚟緊我哋仲會有其他嘅計算機，包括就係派息基金版嘅物業活化計算機啦，仲有而家出邊講到啲回報天花龍鳳好誇張嘅終極融資版嘅物業活化計算機。好啦，咁大家覺得條片正嘅，咁subscribe 啦，同埋 like 啦，唔好錯過未來每一集嘅內容。如果你又覺得呢條片係可以幫到你嘅朋友嘅，咁幫我 share 埋出去啦。好啦，今集去到咁多，thank you，拜拜。